站到这个舞台上面，你希望有懂得比赛，可能你要给一件事情，用T拜来多俩哈，几乎每一集都遇到同样类似的问题，大部分会引起我们评审现在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是在加拿大有去住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什么火警？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煮饭，然后就不小心烟雾侦测器就侦测到，然后他就半夜这样响，就一直响，就整个饭店响。工程师 engineer 就上来，我就说 it just trigger， 然后他就说一哔哔，然后我就说 yes 一哔哔，然后他就说哦 you just let it be， 还唱歌啊？来哟来哟来哟！丢闹耶！三五六啊，冲啊，心路可哟，莫冲开心锁。闹耶大擂台，鬧嘢強啊來，睇咬牙豐富啊！我知啦，睇我。係啊，又嚟到你流行歌曲組嘅。暴力爭霸賽，你在笑乜嘅啦？冇就那個有一些某嘛身體我們要爽快啊，衝過去他冇力。哦，他冇力，彈得出來啊！速度感，他只能在，不能就是在跟着我在空中旋轉，他只能這樣。差不多2片。特別一出場嘅時間，我嘅速度起。係啊，50歲以後是不是沒辦法？就2片。我還沒啦，你可能要小心一點。你也快接近50了啊！你誰准你胡說？好啦，來，介紹目前 V 面咋哈？恭喜小儀送禮拜 V 面鐵管。恭喜啊哈！希望再繼續保持下去啦。好，繼續加油。殺下來，介紹完你評審欣賞。歡迎74 B 欣賞，70 B 欣賞，總 V 欣賞。Yuselki 先生，好啦，先生介紹睇啦，馬上要進行比賽。TV 係哪呢？係羅比下帶來阿美嘅松鼠。嚟睇下啦。
别下子好，哎呦，主持人好，用梅气功手之神。系啊系啊，人家同事伫因来比赛吗？啲啊，啲啊，叫交代我。交代嘛，要镇定宣导的。唔系，罗比下认真冲，冇冲一关就冇诶。哦，哎，第一个哎做得了，做得了，啊，感觉了，那牛就做得了。我冇安排前面做得了。我那冲球挺挤啊，对啊，对啦，冲过结thương结歡喜我冲4年的，你嘛，啊，冲到一下的。我第一可能無限，因為佢才會去表演。哦，對，因為去公司上班嘛，係嘛？啊，公司公司都派你出去表演啊。唔會派我去啊，就係有人請就會去表演。李總。我係，因為我哋喺客家莊啊，我哋喺客委會客家重點發展區哦。哦，跟唔啲區公所都講嘅單音乜嘅職位。啊，民政科理幹事。哦。顧上係位民政科理幹事。對。跟里長接觸的。哦。就是所有你說哦。里民的。所以你的里民服務就係去充國，係嘛？唔係，跟中秋安徽時節將會。嘅對民眾就會同歡喜。啊，平常時接觸嘅對里民呀、里長，哎，做乜嘅事情？送餅單啊，做餅來送餅單，還有帶書孕婦，還有。餅單唔咩寄啊？都會去嗰度公送啊？唔係，我哋要送到屋企，還要人簽名。哦。送餅嘅做餅嘅人啊。係，叫佢簽名。親簽啊用。還有乜嘅冇？還有帶書孕婦嘅來去看，還有。哦，低收入戶。還有那個獨居老人，要去關懷你的，壓力上嘅唔全部去做。佢唔係社會區做的。社會區佢咩話派俾我哋度嘅社會區人哋冇按到，我哋理幹事本來就會下鄉去看里面，然後里長你就接觸，資源這些啦，跟我哋喺工作。哦，所以你係說一線工作做嘅，哇，你咪辛苦哦，辛苦。翻譯咗做感言書。對，還有唱歌嚟抒發心情。抒發壓力。係好。再幫我下鄉叫個，別下來唱客家歌，我哋要彈，我講好，做得。哎，有咩話？一朵種米嘛，哦。跟你講卡拉 OK 帶定嚟。咩啊？就按你唱嗰條錄音架同歡喜。清唱就做得咧。係。上擺唱到三個這個考當中。哎呀，真的。啊，你很易看啊。比賽嘅時間可以看哦。有，記得一天我看都係佢乜。安尼宿舍你要行下好。可能啊。對。好嚟，總體嚟當時講。視頻欣賞。哦，陛下，今從上個禮拜堂都開始唱歌哈，禮拜哈，啊，今比堂都會聽一拜。其實2拜所先嘅歌嘅，我知道全部意思差唔。啊，唔過因為拜嘅歌曲嘅曲風冇乜強樣，所以可能都投入嘅感情地步就冇強樣一種張力。好啊，所以佢比唱歌嘅方式咧，咪談到冇強樣嘅語，嚇。一下嚟講一下，就係亞洲歌曲，因為亞洲歌曲，咩算人咧？農業大擂台嘅國歌嘅，嚇，所以當到呢參賽者就會選亞洲歌曲。今邊咧表現嘅部分，我知道也係四平八穩啦，冇乜嘅講，有乜嘅出現乜嘅太冇強樣嘅當明顯嘅唔好嘅地方，大部分就一好嚇。啱過就係講，唔可能上一同一樣嘅感情嘅關係，我知道人嘅表情啊開始出現得有點僵化。所以你這個在表現的時間，你太投入了，所以有些東西啊，可能你就沒有那麼的小心去處理到唱歌的部分，去注意到的一個基本。其實也有當到嘅歌詞的地步，應該講講嘅粵劇地步哈，一記放喺親密一隻詩，有時係處理嘅時間啦，因為要數米嘛，所以你就會數到較冇按穩。啊，嘅上時你就會出現到人嘅 pitch，就係人嘅音準都略會跌下來。學人嘅部分，有時人嘅戲啊，會用到無碼順，全部嗰啲人家親密嘅人士地步會出現到較冇按好嘅地方。其他嘅部分咧，係知道還好嚇，所以講，基本上係一個唱歌嘅地方係上嘅建議嘅地方，就係一種嘅感情嘅歌曲，可能唔會感覺到應該要用比較憂傷一點嘅感情，所以呢，唔敢。去同到人嘅再順嘅列，係用人嘅再覺嘅列，上去伴人嘅上保定唱。唔過因為保定唱嘅關係，所以你上去做出嘅感情反而沒有彈力了。OK，嘅彈力不夠。一個你上去做出當高亢嘅東西，又
本你的嘴唇给受限住，所以硬嘅嘴角嘅力量又冇，所以你上一边睇上一边。它有它张力的东西的时候，又表现冇拿出来。你像那啲大型的部分，需要的本气感有在被喘气的机会，可是你在这个部分的调整上，你就冇按顺，所以其他部分呢，知道应该你也按多年下来，没有自家创过的经验，所以其实你对你像个肢体的动作，其实我都觉得还蛮好的。好，就刚刚讲哎，你的眼神也好，这些都要传递的，所以这个都要好好的注意一下。OK， 好，安子 C。好，最後嚟聽嘅分數啊，好唔好？嚟，羅別下嘅分數。好。9升1分。第3禮拜減2.5分誒，係啊。哦。唔怕幾條講2關就做得。對。你臉會僵化的原因是怎樣？你有去做過美容嗎？冇啊。冇啊！衝防疫讓我防疫啊，衝涼啊就唔敢防疫。刺眼就是佢調你嘅情感。情感。每個松出去胸都。所以表情都唔敢蠻多。係啊。OK， 好，嚟，可以嚇。唔可以聽啊，唔可以聽。係啊。講下留下來。喺你顧球田唔可以啦，顧球田當厲害。冇問題啦，嗬。嚟，客家妹。嚟，彈緊啦。60歲啊！仲有個動作要出來，因為還要學禮儀啊你。這眼看唔出來呢，很厲害誒。係你客家妹誒。哎呀，豁出去了啊！豁出去。表演就按用啊。對呀。哎呀，不要有所保留。他表演真的很到位。哎呀。大白都有備而來。剛剛還有聳肩呢。哎呀。還有這個動作哎。這沒有一點年紀是不會做。這樣的手。對，這個50肩就聳不起來。哎呀。真的厲害。對啊，其實你在節目當中哦，說真的，你本他個英雄懂成片。係啊。對啊。佢除咗自己表演之外，佢還親即推廣佢自己家用嘅東西呢。哎呀，按厲害，按美態啊，你用個推廣。像嗰啲我大新婦嘛，我哋新婦嘅花燈凍肉麵，新婦花燈，每年都會有。每年啊，佢特別50年前是有個自發性的採接活動，花燈，然後10年前才復辦。哦，復辦那些，就是停了很多年冇辦。停了很多年，14年前又復辦。復辦。
所以呢，集结动作该专业啦，社区啊，还有学校团队组队，对，你还踩街哈？还踩街，对。有唔嘛？有，我哋舞蹈班就跳嘅。你咋嘅？你提啫。哎呦，幾咋？2024 2月天川日。2024 2月。今年客家妹咧，客家妹很到位，对不对？印象啊，哎呀，真的。就可以呢度天川日哈，呢度客家全國嘅客家日，99年9月10號宣布嘛，變呢個客家天川日係呢客家日，就有青島嘅發通，全部嘅變咩語？佢會延續當久嘛？幾下年嘅時間嘛？又係冇時間日，係間日。哇！不青島人去嘛？要當然咯，遊客啊，對，有冇當當？你還沒簽有名就錯了。就該千人踩街。千人踩街。千人踩街，封街，大家都熱鬧，哇！一條街多長給你封掉？對啊，就是中正路這一條，就那條好幾公里，中正路。對，中正路。一槍扛到啞巴公發。我啟動咧，這種親切，一定影響。我啟動咧，身為客家人，東光榮。哎呀，對啊。講我有客家腔。客家腔應該嘅啊，客家腔。係冇聊好行好唔來誒。聊真實客家人，這樣有辦法。對啊，新埔關西這樣。新埔關西牛奶。檸檬，對啊，全個你係中意客家人喺頭，客家人嗬，有乜啲人條話講嘅？我見唔講國語，意思講，你客家人，我講是啊，怎樣？客家人啊，很好啊。沒有這麼挑釁的，我就是。真係客家人講法一堂都堂嘅出嚟。堂得出來。咁我媽媽坐嘅機場茶要專業下，係啊，啲特別是說，麻煩你到東福。這個是你客家人哦，你怎麼知道？東福就知道了。對啊，聽口音就知道。就知道了。OK，裝出來唱嘉賓欣賞。好，來。秋婷姐姐，你今天穿得幾漂亮？幾強哎！他們還會講幾漂亮。好啦，秋婷姐姐，今日真認真當講哈。就像上個禮拜呢，小傑想講嘅，有常時你做一件事情做當久嘅時間，你會唔記得想要變化的位，譬如說，我們就會待在自己的舒適圈。你其實啲所有嘅線數底背度，你最有資格做變化。有冇講？比賽下來2年差唔多。咁4年。超過了吧？算疫情算到底背度嘅吧？以前係咩係要比啊？係啊，要比。你算起來真係當久哦。我覺得你要往那個醫學系方面，要讀7年。7年。我意思講。按你冇乜嘅冇唔好，因為呢個舞台，我知道你按當然過去，你愛練嘅功夫咩有嘅，你自己本帶天分咩有嘅，我希望呢個舞台地位度，你最有，我做馬做人最有資格，因為你關呢個舞台，我希望。後背做這個堂堂而無強樣嘅表現，上個禮拜嚟講，我就希望呢個禮拜，做堂堂無強樣，就像你客家妹，我知道你啲從你按嘅高興嘅時間，你當自然，當像你自己一開始嚟比賽嘅感覺。唔過我就知道有上時啲1-2季嘅時，1-2季創作嘅時間，我有感覺到你啲條舞台得到還有乜嘅，可能自信無咁多，譬如講。歌聲嘹亮好成長，你都作咗按講，人家歌聲當好，唔過你啲唱喂喂嘅時間，我就知道，人家上真叫當好冇，有啊音色當好，唔過你冇自信，我講出2季係2首歌曲當中嘅部分之一咯，你係冇唱到嘅喂喂層次做出嚟，係講你。唱起來強強，你彈嘅人就會強強。對比賽嚟講，我知道你係冇拿到分數。你哋係應該愛講特殊歌曲，自己愛捉到人嘅重點。嘅重點係對你嚟講，一定愛當有你嘅武器，你才可以站上那個位置。所以古時候講，我希望你四平八穩之外，我希望下來我看到你，愛挑戰自己。雖然你接講啊，我這次都是最後一次了，可是講久誒，真的就會最後一次哦。可是，你專業，我想講好啊，
反正最后一次啊，我下晡来唱样板爵士曲风、马甲曲风、摇滚曲风，我吃到为本观众朋友也好、评审也好，还有你自家，做到你自家的心关度，我样板本大家看到无穷的古球亭，加油！好，心不心上？与时俱进。好，来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天天的来试试看，试试看，好来。先来看分数啊，看一下古球亭的分数。心不心上？又是3分，就是在93、94，第一本，对嘛？月亮伞，我妈妈讲爱特别讲下，心梦的妈妈讲爱月亮伞。这样的，生成那样不？对啊。呀，他娘妈妈很做得吗？做得。哦，做得了。佢後生嘅時節做嘅衫嘛？佢歌唱班、歌謠班。歌謠班嘅衫。哇，娘媽媽身材啊，boss 都很好。係啊，同樣樣咧，客家妹嘅，客家妹嘅哈，客家妹。厲害厲害。希望謝謝。好嚟，沙下來。沙落去鍾軒怡帶來雅名嘅唱藝術史。这个人呢，我跟你讲，他进来客台工作，他志不是在工作，他志是在想要看到明星。咩唔過我要好好嘅同藝嘅寫組合，然後收工之後我才敢，比如說跟各位老師要簽名，或者是跟偶像拍照。沒有跟我要過啊。那姐，我等下。好了，開玩笑了。浮起來的長官們。我等下把那個吉娜姐合照100張。心跳在加速，面風風肯定伊，愛點點肯定伊，相愛講，愛嘅名愛從伊蘇斯，愛從思念為你鍾情，本創造靈感寶貝，愛嘅名愛從伊蘇斯，天空嘅雲發出海心，從此愛嘅眼裡，足拍 T 恤老豆腐，洗髮會散步，在涼風中跳舞，敷衍落下淚太易，他亂了腳步，心跳在加速，面風風肯定伊，愛點點肯定伊，相愛講，愛嘅名愛從伊蘇斯，愛從思念為你鍾情，本創造靈感寶貝，愛嘅名愛從伊蘇斯，天空嘅雲發出海心，從此愛嘅眼裡，愛嘅名愛從伊蘇斯。什麼大家？有哎呦，親密關係嘅哈。係啊，係啊。有一種談戀愛心情。係啊，你敢有啲談戀愛？誒，有交過男朋友嘛？
有。你阿有嘛？今仔过年嘿嘛，总比爱闷闷起来。哈？没有，怎么突然聊到那？没啊，你自己讲哦，有自己下的 Q 我们不问怎么行？有恋爱的感觉，长官都 Q 我们了，想象一个恋爱的感觉。哦，最 Q 有嘛？有吗？恋爱干过吗？没有呢，最近上班好累。不是遇到很帅的人吗？哦，对。交往几年了？没啦。我讲读到过研到的你啦，没同意交往啦，人家是韩国的偶像。韩国的偶像。这个人呢，我跟你讲，他进来客台工作，他字不是在工作，他字是在想要看到明星。看到明星，青岛人去天师台走条路都一样用的啊。啊？有两种心情去啊，追星族啊。我主管不会看的嘛。人家主管不会看哦。糟糕。咁咩？唔係，因為講到係客家天師台，以後如果係有個到誒講幾飛會讀到我心目中的偶像，比如說我每次來錄影也是來看偶像。你少來，你少來。我剛剛上面沒有寫，我正想上來質問他。知道嗎？個熒光面地波都懵啊。有。冇，你講你自家講你喜歡嘛啥？哎，我喜歡米莎老師，米莎，然後盛祥老師，然後或者是偉傑老師，還有各位老師。太感動，很愛也喜。所以這3位老師你都有見到本人啦？有。因為基本上上一邊係主要係做福喜來也個節目，所以有一些像之前這位老師新專輯的時候，就是因為很喜歡，所以只要每個老師有出新的作品，就是都會很希望有機會可以有請大家來節目上分享。福喜來最近動好呢，今後的平台我們加戲，最近很常遇到吉娜姐。那你碰到最紅的藝人是誰？如係上拜，如係上禮拜沒有講嘅，純愛見嘅時間，因為有如係禮拜有一個韓國的 Super Junior 的利特。Super Junior，sorry，誰輸嘅？利特哦。对，见到他本人，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执行。你有跟他说什么？撒浪嘿？没有，我不敢，感觉我会被粉丝追杀。你有跟他拍照吗？有。所以他字不在工作，他是字在拍照。不过我有好的同我的写作业。然后收工之后，我才敢，比如说跟各位老师要签名，或者是跟偶像拍照。没有跟我要过啊。吉娜姐，我等下。好了，快晚修了。哦，扶起来了，长官们。我等下把那个吉娜姐合照100张。拍。好了，我救你了啊！啊，像唐青山公平，屁行。你这样让我肚子裂掉。OK， 好。心怡，其实我觉得你很勇敢的，给不你选了这首歌，真的，这首歌其实不好唱。对，那，我觉得你这首歌对你来说，你掌握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好。对，那我先慢慢说。第一个，我觉得其实你冲口的时间，你有个很大的问题，你给打音，你低音的时候都没有跟，所以变成你所有的声音都浮在上面。那因为你本来讲话就是会这样子，那你要让自己在下面，你这样的音色，你还是可以把它放下来。那你不用它打一个时间，你的低音就会比较有稳定度，不会说你唱每一首歌好像都偏高一点。哦，这个是很可惜，也是你上礼拜跟这个礼拜都有这个问题。就是音准上，我都很帮你紧张，你都稍微会飞上去，这个就比较可惜。如果你一直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你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去加油的话，就是很多歌你就没办法突破。好，所以这个练习看看怎么样。比如说你啊，这样就放下来了，你唱得出来吗？有哈就放下来了，所以怎么放下来，怎么放上去，你可以在家里去嘎地方卡个时间，你就在家里练习哦，怎么样可以让它放下来？那在低音的部分你就会比较稳定，在高音的部分也不会一直往上飘。好，这个很重要。那再来，我很想调整你一个事情，比如说三扑这个东西扑，可是你会变成扑呼呼呼，你会有这个。对，这个一定要去改，因为很多像你唱到后面有很多你都全部都断成一团，这样子的话，很多连接的东西你就做不到，而且呼呼这种东西是我们是一般人听你唱歌是会不舒服的，
不会唱歌才会这样子唱。所以你看怎么样可以把它呜啊，不是啊哈哈哈哈，不是这样子。好，练练看，从慢慢的开始，一直到变成快呜都不会呼，不会这样子断。这是第二个。再来，这首歌一个很难唱的音，就是面风风看见你，这个半音你唱不到，你会唱成哩啦啦啦啦就不对了，啦啦啦，这个音你做不到，所以练歌好好用你的耳朵听清楚，我到底跟这个原来的音有没有打架，有没有哪里不一样？按，你如果可以的话，用你的手机下载钢琴，然后去弹，到底这是哪个音？你有没有唱到？好，所以这个连续2次都很可惜没有唱到，但这首歌是真的很难。然后再来副歌太急躁了，如果第2遍歌我觉得没关系，但第1遍你这首歌你的速度不慢，但是快跟慢你怎么样在快的速度里面也能够把它唱得很从容。好，那你看我有在那个韵律，我不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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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变成这样子哦，就很可惜，就变成整个那个一首诗的感觉出没嘞。唐姆豆，你在唱一首诗，哦，这个是轻打松，很可惜。但是这个都是练习，这个就是要加油在你的呼吸，哦，你的气息，你的呼吸怎么样？呼饱了以后，慢慢的去吐它，吸饱，回家练习吸饱，然后慢慢。就像为什么罗哥他常常唱歌可以拉很长的音，都拉得比别人还长，这就是他的气息用得很好。气包括气的稳定度，再加上气，你吸到肚子慢慢吐的时候，你的肚子就会用力，你肚子用点力量，你的声音的根就会有。好，这个就很重要，好吗？好，加油啊！好，林先生，看一下，好，欢迎他总云一个分手。有。哦，还好，哎呦，有新一本，还好，你今天选这首歌真的不好唱，真的不好唱。因为基本单会对冲嘛，对呀，其他会限 key 没一张问题，对，好不好？好，下次选一首好的歌，好好表现一下，安子姐，陈蒙长官，好来，沙落去自发到来热公公，来，长官啦。世界爱紧行紧言，情转期间，地阿多母下有千百条故事的牛年，树下强下吊公公，天球地摆行线的顺的，爱连强下咪喊的。为了嘛，假爱离开，跳摆单纯的世界，上演童年。月光光秀才郎，天不应爱的天那无样，讲大下讲句的路。公公秀才郎，根本因爱的天那模样。日光大下讲句的路人甲来现，日光公秀才郎，也个故事我已经详细通倒台，对头摆的。传下来。
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然后我马上就看一下少瑜的表情，他就觉得放松了，笑开怀是不是？很好，好听啊！董后堂呀，头哥对你来讲，你是有突破的。对啊，自我挑战，对你来讲情况那东西耶，真是。你看，我创业公公，哇，不得了啊！他竟然挑战起家嘞，像我创案他情况那东西。我觉得有在跟啊，真的在跟，还不熟，还不是很熟了，真的。创业这种东西，还能慢慢的去诠释，慢慢的去练习。经历个沟通的感情，真是，因为俺要传传统的东西，传旧的，从旧的，会变掉的。哎呀，我创新的东西，我有讲讲故事那种感觉，本来的东西那得挖特要创新的东西，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啊，对。我听不用听人家技巧，对，系啊，唔怕啦，唔怕，冇乜問題，唔會排泄啦，係啊，咩妖言千火衣啊？是後堂嚟嘅，某一天啦，其他種聲音嚟唱一條歌嘅當謠迷，迷上嘅唱法，係啊，當謠迷，但是就會講當然對佢嚟講一種新的東西，新的方式嚟演唱，一隻挑戰，係對你嚟講挑戰，但是問題然後我先依樣嘅先練習啦，看歌嘅歌詞無強用，因為講佢講嘅故事無強用，佢經歷嗰種情境對唔對？啊，家歌詞有抄唔抄嘛？有，應該有啊，少過，唱唔錯編那樣，係唱唔錯編，後背拿嚟，唱到前面唱到後背，係啊，阿用就算係有一團冇衝到，對，所以兩百衝一條歌對佢嚟講就真係啊，係啊，嚇。那這是也係啲，講過程啊，過程。但是願意改變、願意現行的東西，還是說懂調、懂厲害、懂戰嘛？挑戰自己。對啊，這不能做呀，你啊。呀，某一天啊，因為你本身伊會唱歌啊，雖然講有些小口懵詞，不過還真難講。因為佢會唱歌，要後上，所以佢要調。較好調，係啊，你將係落嘅，我調就較困難，時間都花較多，唔好上。你敢有想去改？我改歌嘅啊。改歌，自家又唔關係啊。你就知個兩毛槍嚟唱歌。你冇接觸啊？你睇關係啊，no， 嗰種係嘛哈？他關係。對。你的 TA 是呢？你的 TA 就是這種係嘛哈？他衣服那樣，自家沒他關係。啊，有沒有？我忘了歌詞。三項人生嘛，唱不一樣。我還忘了歌了，我操！去搞一個哎，太久沒唱了。好啦，衝出來啊哈！好來，唱蛤蟆老師公平哈。子華哈，哎，老師，有時哈，在站到這個舞台是很殘忍的一件事，就講我們喺比賽，龍當歌手，或是比國語比好咯哎，只要站到這個錄影的舞台哈。基本上他沒有什麼其他的內定，或是說用班講呢，就是他很殘酷，就講你可不可以衝動後，就像你剛剛開口的時候，我認為你應該今天拿到了來扮演的，可能給了最高分的24分，24點5。但是聽到後面的時候，讓我這個可能晚上專業哈，當然衰。那評審馬上就一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含情脈脈的。然後神講一先知，你就講，如果你今天沒有站到這個舞台上面，那對這個比賽可能對你就不重要。但如果你站到這個舞台上面，你希望有懂得比賽，可能你要給一件事情，用T100來多兩下，幾乎每一集都遇到同樣類似的問題，忘詞跟調詞。兩部分會引起我們評審現在已經壓力很大了，因為又蠻講，剛才我們特別有討論的一件事，就講你唱歌今天應該是目前為止這幾位參賽選手最高分的，而且我預計要給你這種半年來我給他最高分的，因為你看賞先唱歌表情技巧都對了，而且表情、服裝、儀容那個畫面都很好看，就你給我調了詞，唱錯了一句。第二部分就是。
对我来讲啦，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讲，有室内歌手他愿意换不一样的风格，这是我非常愿意支持的。但是告诉讲，对我来讲啦哈，我认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但别的评审也唔低啦哈。唱歌、拍子、咬字、单音都冇乜太问题，有几只诗的很容易谱强啊，那没有问题。像最大的问题就讲，你第二段掉了2句的词，虽然你后面都接回来了，好，但是就讲我看配的评审要蛮啦。那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值得培养的人才。但是如果下次我当评审还是都多聊事情，掉了1个字、2个字、3个字，可能对我来讲我就。过不去了，没有办法再过了哈，因为上次有1个字，上一集有1个字的问题，好，2百字2一摊哈，那看看别的评审有没有，像我觉得哲伟老师哈，刚才脸就垮下来，看电影，那哲伟老师你说一说好了啦，对，对，因为自法喺第100的比赛，我去做评审，古时候讲我第100太个懂经验的时间，基本按的。就是录词嘛，没强用。我知道讲100、200，我知道做接数。不过我知道比赛底摆度厉害是最不能犯低级的错，是真的是低级的错误。做一只歌数，任何人都强用，你都有录破时间，不过录词的时间，不过。按那频繁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对你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要求，我真的是必须要很沉重的跟你说，我要用欣赏强用，希望这个本你准备摆几分，我唔抵其他欣赏用摆。我希望没有，因为我讲真嘅呢，因为礼拜你做的改变，佢家啲後台講，老師，禮拜。冲洗那个，你讲，其实我的期待度是非常非常高。你前半段我还跟慧老师对看一下，哇，好好听哦，这个声线好好听哦，拢唔够去唱个冇强用。我糖豆懂单纯，懂符合你的张年纪唱歌曲，我还想讲哇，少宇完蛋了。结果没有，现在真的你就好好的稳稳啊。我讲虽然讲有点严肃，唔讲。你真给他面对安尼问题，我知道你还懂重要一件事情，好冇？对，老师本来可能要给你24分的嘛。对呀。对啊，搞不好一个人够1分还是92，应该不错了，应该可以留下来，我觉得。自罚分数。可以哈。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大家欣赏这样一个要手写哈，谢谢，下歌词去了。拜托，迄孟家聪应该就真的有学到呢。系啊，有吃到一感动。本创都有孟空空的懂油米的感觉。刚刚真的是有在那个意境里面啊，我自己也是有感觉到。真的哈，因为你彩排的时间就有感觉讲，一敲门一输了跳歌诶，因为连进歌的点都没非常的好听的感觉。系嘛哈。一摆练下速度的，练下速度的哈。但是这下来可以做小事啊。好嘞，杀下来。杀落去，李小怡带来流浪。啊，青菜苍苍啊啦。孤单的自愛，唔係愛跳過一開，兩人走向愛離開愛想，有人也愛愛着愛，流浪啊，心情莫因愛貪我，世界太大，世界太大，已了就好。The strawberry field.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hing real. My life's like the purple haze, intoxicating.
hated in games, puzzled by its shame.途中不思想起本身常常给你讲，爱带给你的相片，想到乡下的声音流浪，途中的故事藏在树下，为爱黑头白给你。很精彩，不好了，不是唱不好的关系啦。唱得太好了，一时第二气是不是？第二气。这首歌该比较准皮的是，应该比较凶。对象是谁？哦，该那个流浪走的人是谁？这样。对。然后该是这连该是想到阿婆嘞。哦。你阿婆不是想到你自己啊？不是。你也好像也是四处流浪啊。对啊，所以在美国想要回来啊，什么人类也大概心的马上呢。然后刚刚他就过来了，我想说你不要来，我现在不能哭。你讲慢点，过来，就是那个向导那个画面哦，个画面，对，过来嘿啊，我不会通你凶到啦，你凶到啦，有场子冲过的时间给你的情绪上来，要赶快把它压回去。对，然后我就一给我就没办法，难怪俺凶到你会不会用？就卡了，你 key 太高了吗？还是这样卡了，突然。对了一下呢，不是，我就请你说是青菜冲冲啊，之后呢，哦，唱得那么好，他唱到真情流露啊，两条歌没模糊冲呢，微失控，很失控，不会啦，刚有唱错吗？有哦，有，没有冲唔错，假的啦，真的，利用诈尸哦，利用诈尸很不会做对啦，一起吸的啦，就在那边这样。走开，不要情绪，走开的时候就好吧，没关系。那没关系，小瑕疵。对啊，我们做舞台剧的真的。对啊，无所谓，小瑕疵啦。哦，冲水了，老师也是讨论好了哈。对。其他应该可以讲看到歌单哈，因为亚洲歌曲很爱亲爱的歌曲之夜哈，因为老师在这个节目可能就唱过不下5次有了，就会。我没有唱过，唔过呢，一百，唔过哦，真嘅吼，因为当初正行嘅歌曲就係亞洲流浪，還有加9號公路哈，因為係一種當特別的一種嗰種編曲，還有本人有一種感覺到人哋客家力量無窮樣嘅力量出來哈，有一種感覺。嚟講一下，因為我對正行嘅亞洲歌曲嘅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點都講過，見比糖豆少爺，見比唱嘅亞洲歌曲嘅感情個我知道嘅感覺安尼哈，應該用講，因為係什麼人嘛，來唱一個流浪，我寫了幾個詞，我就覺得，糖豆係一種女性的一種溫柔、獨立、堅定向前那種感覺哈，就會講，我在你身上看到唱這首歌，我有一種吉普賽女郎那種感覺，然後在發揮的那種感覺，然後讓人家覺得是有一種想要去發揮自己對自己這種女性獨立的一種個性，在這個歌曲裡面，不像某種正行的方式，直接 power 就直接往外送，不過一般來看的話，有關的歌曲基本上就是放，所以在這裡面反而聽到的是你的收斂。我剛剛為中馬尾老咱個先生來討論講，見比人唱法很樣版型，無嘛強樣，還有大家對你期待唱一首歌曲的心情，感覺是有落差的哈。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其實來看一首歌曲，你看唱一首歌曲的時間，你在power在拉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拉的時候，你在麥克風的掌控，可能你要注意一下，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是，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共鳴為什麼要放得這麼比較後面？好，就我剛剛講的，好，流浪啊，
你就出去啊，你懂我意思吗？哈，既然女性还是可以发挥这样子，那所以我在研究的结果是说，我们乐团给你的讯息，你没有跟他互推的关系。如果你的力道出来，你两个力量出来的时候，乐团它本身在给你，它会可能在帮你推上去，所以你不要怕。台湾人讲，我们要唱歌的人要唱 live， 一定要看好乐团，要听好乐团，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一个 team。你要把自己想成你跟这个乐团是一个 team， 那如何在这个音乐的推送当中，把这个互相讯息互相推来推去的，然后他推给你，你如何收？那他在收的时候，你如何跟他靠近？也係and作為啲歌數，and 你老也嘅 live band 來共下嘅合作嘅時間，你會注意到誒，在這裡面呢，就是聽到就是你在推的時候，你會發現你會因為乐团可能给你的讯息，你会害怕，所以你反而不敢放。所以你应该是，你可以跟着乐团一起玩。亚叔国 Q， 你真的要用跟乐团一起玩的心情，你才敢让自己的东西跟乐团做一个搭配。这样，那你在唱这首歌，你反而会更想要让自己有安尼起飞，本切卡上嘅冲动来甲讲过。也基點的部分，安尼，好，安子說。好，還有就唱《九鼎記》來的。難得呢，難得。久違啊！你幾分？93啊？93。哎呦，93而已，很難講哦。而已，他寫92的。哎呀 ，Triangle 有冇？對，一群92。哎，92加滿哈。對，好。好來。哎呦，我看分數了啊。好，來。用下來看李秀儀嘅分數。我唱有出那錯。之前講比啊，身體有時候過磨嘛爽快啊。板舞，水土。哎呦。哦。風水磨好呀。哎呦，人講一板要一汪，你板到幾？板到嘅。公寓啊，嘿呐，硬是大寶山迄發發的呀，哦，帶公寓哦，結果不願腳走呀，就帶公寓呀，腳走，大寶山不願證書，佢就冇好帶呀。用下來看李秀儀嘅分數。哎呦，有啦，哦，還是很高啊。光多呢，還是超越。96分呢，每個分哦。謝謝老師們。有李秀儀，連勝避免哦。恭喜！上等勝避免加保比。哎，也嚟到呢傳統組的狗屁爭霸賽，目前避免在燕婷，避免3關。3關嚟啊！哎呦，不敵不覺啊！不敵不覺3關嚟啊，很強啊！好咧，今日咩咩先咧沉水朋友嚟到節目當中啊！啊，大家好好嚟同佢唱歌嘅。比賽之前嚟介紹下啲評審先生。好，歡迎李秋霞先生、蒼永熙先生、溫生瓊先生。恰奇貴先生，好了，TV 開始介紹題啦，馬上進行比賽哈。好 ，TV 朋友係來自苗栗條款，仲未叫帶來評判。來，談我啦。頭
新的 Q 朋友，啊，来歌啦，係啊，有來歌哈，誒，唱歌一條音了，係啊，好個嘴巴就硬態，我都講個麥克風換實體。沒有試過嘅唔會緊張。係啊係啊。奶油唔會緊張。唔會啊，唔會緊張。奶油唔會啊。係啊。奶油唔會啦，就唔會緊張就錯啦，係啦。係啊，上一拜來嘅那時。疫情前來個比賽。疫情前來聽一拜啦。聽一拜，第三拜。第三拜哦。第三拜來，全部傳統組誒。係啊。哦，佢之前有我俾人打電咯。佢按到強數啊！哦，高數一度。哦，安尼嘛，佢只個很唔逼，明唔明？係啦，你唔逼。咩唔會啦，咩唔會啦。你唱得以後啊。因為佢之前講比啊，後來身體有少個磨嘛爽快嚇。誒，疫情㗎啦。哦。有確診啊？係樣嘛？冇確診。冇確診。板薄。板薄。水土。哎呦。哦。風水模糊呀！哎呦，人講一辦咗一汪嘅辦，而家辦到貴喎。咩？辦到嘅公寓啊！哦，係啦，啊，係是大埔山係發發嘅啊。哦，啊，大公寓哦。結果啊，本人腳借嘅啊，就大公寓啊。腳借啊，所以有冇腳借？啊，埔山本人證書睇就冇好帶啊。哦，證書啦。係啦，你帶到較細件嘅，係啦，就賣公寓。誒，出去又冇皮冇油啊。嗰種關喺籠嘅都咁樣嘅。對，就是不行。青島就行出一個陽台啊，你記得。強唔上啊！哎呦，哎呦。哎呦誒，然後你又要睇環境，個心情那麼較好。根本冇辦法啦，上次就冇辦法要睇環境。你喺度都市杜方做啊，冇辦法。我去都管下定，確實下就管佢。重點係心情啊，你佢自己帶關係嘅地方係嘛？關係啦嚇。關係啊，冇關嘛做唔得啦。係啊係啊。啊日咩特別視察就往埔山走，啊就變咗心情下好咧。係係，前路朋友一樣係嘛？冇做多唱歌嘅。係啊係啊係啊，嗬。好，衝出嚟，來唱秋夏先生公平一下。好嘞。啊嚟咧，咪叫知，你咁樣唱咧歌詞非常有意義，嚇。啊，過你唱歌會緊張，啊，你講，你叫個無穿出跳機器，我講是跳來，嚇，冇緊張，唱歌，唔講你還有笑容解決咯，嚇，唱歌，你台風有分數呢？有啊，你要加分。anh hay cái với kinh trọng à, anh với kinh trọng à yo, cái siêu với phần số với yang yang độ,所以唱講上台時anh強上，講強上，大家都anh講啊，其實哈，係你會講啊，多少，誒，所以你個經trọng咧，仲係就我能夠改貼，我相信咪能夠更加好嘅分數，繼續加油。好，按照嚟看一下人嘅分數，好唔好？好，可以慢慢留下來冇對。好，看一下仲未夠嘅分數。對。哎呦！有心一點嘅，什麼先生？嘿，一得分數留下來嘅幾率動態哦，好唔好？嘿，全部人會唱哦。唔會啦，我有自信啊！對這個有信心啦，哈。係啊，安子生，好，先唱最尾一檔好。也可以哈。好，安子生，好，謝謝。好嘞，殺下來。殺落去主家傾到來三個字。嚟，等下啦。衝了山那個啊，來結了緣啊，再衝山了個啊，甜絲了緣啊。過了馬衝，
哎呀，没学感应真的很厉害。可是我主代国猜传统族特别跳痛，因为都打扮的都蛮时髦的哈，哎呀，头发你看，哎，就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老婆给我建议说，你尽量不要西装笔挺啊。她说这样太老气了。不会啊，哎呀，两有宽啊，两枚是这不是西装吗？他这属于比较 casual 比较休闲派的，哎呀，差点跟他撞衫。啊？差哪点？差案头。手不易买一两俩，今天没有穿出来，还颜色还是一模一样。哎呦，哇哦！下一次我就穿了。哦，真的啊，他100。还好你今天没有穿。没有。如果有下一次的话，撞衫我马上脱掉。对啊，被施工英雄所见略同嘛。其实佢之前的啊，那节目佢做衫都一注重啊，很有衣品啊。对啊，对啊，做衫以后宽啊。一時髦嘅係啊係啊，你要打扮。好啦，重提了，重提嚟唱高中先生公平一下。朱先生唱呀《三國志》哦，唱來一問哦，吼，各位夾個裳啊，夾個顏色哦，輕飽滿，吼，糖到一順啊，一爽快，嘿。佢講下一拜佢會做來，要我諗保證要下一拜。哎呀，下一拜會做。謝謝老師。一個咬絲各方面哦，講佢唔係行人哦，係很幸福嘅啊，佢咬嘅絲都咬了以後，哎呦，不過也好，係還是有建議啦吼。青米司機提司機沖了。沖了3個，這個也都方有兩隻司機，根本沖較冇安好嘅，伊嚟做沖了嗰隻料絲，然後3個，佢其實大機都有3個，佢1、2、3機嘅3個就全部沖清吼，就壓隻青米嘅3個嘅果是冇安好，後繼無力，謝謝，一較冇安好，其他都當好。加油！老師的保證，刮保證，那個是名譽保證的，真的嘞，滿電台 T100堂的高中生刮保證，對啊，賭上名譽來保證的，來，快哈！主家聽嘅本書，好嘞。冇問題嚟咯，哦，恭喜！下禮拜要請出來哈，係用你good day哦。係，下禮拜可能做乜嘅？OK， 是蒙家經過，你聽下。好嚟，殺下來。殺落去，城裡面帶來老3個。好嚟，談下啦。上禮拜講，唔記得關門。好掉唔記得關。小心嘿。哎呀，拜月乜嘅？這擺是愛不用，咩愛哦？愛不用是隨時從賣吹哇。技術上個喺吹實實那個該做下個哦。然後佢就成日咧特別燙下，燙個個淺包咁樣個竹單吼。結果最主個射來落來冇關啊，啊佢個人已經從落來，啊竹單係淺包拿走啊。個成日看到驚到會死啊！哎呦，一路就停。我哋成日都冇俾男仔。真的啊！叫咪就摸呀，係啊，啊後面嗰啲冇喺度有心理影響。哦，陰影，道理啊，跌下落去當然嘅。道理啊，吼，呢個強解啊。台蒼歌，什麼江南？總愛了。願命早來江南。
等了后事，从来张那过上了。唱出了人分样啦。哎呦，哇，里面那个，嘿，哦，也创业有调價用啊，啊，不能去調價啊。這樣啲啊，之前來我較強勢嘛，哦，較冇信心嘅，一創得好，嘅 pose 嘛，擺好來。誒，嗰種感覺。誒，真係會哦，有差，真係。不過陳太公娘夫卡，按到妹，五個妹，娘不娘，哎，這是完全是娘子軍團。哎呦，對啊，對啊，那你沒有被受影響，還不錯。不過應該高薪貼片好。一天咧，全部4萬元。係啊。唐公嘅，他基礎都冇以好用啊。係啊，咁會。啊，上禮拜講。唔記得管門，後頭唔記得管，好小心係啊！哎呀，拜月乜嘅？日拜是愛不用，咩愛哦？愛不用哦，愛不用是隨時買菜要啊！轉嚟家一斤便當就落街燙下個要啊！技術上個喺菜實實那個做下個啊！然後佢就成日咧特別個燙下，韓國個千包嘅便個竹單吼，結果佢落去。結果個成日咧要麼叫做東台山啊，結果最主要個射來落來要麼，哎呦，藏落來啊，藏落冇關啊，啊佢人已經藏落來，啊就個雜單係親包拿走啊，個成日佢都驚到會死啊，哎呦，一路就停，我哋成日都冇俾男仔，真係啊，嗰啲劍就摸啊，係啊，啊後面嗰啲冇就有心理影響。哦，陰影，道理啊，跌下落去強嘅嘛，道理啊，吼，因為強解啊，你冇人隨過，哎呦，多災多難啊，係啊，結果你啊，吼，佢按不跳嚟睡唔覺吼，一天可以腎捆滿就關冇，哦，有陰影就出嚟，哦，再三確定就出嚟，再三確定，對，跟住冇人嚇到咧，跟住到又冇也丟卡冇。你係加啲咧？哦，加啲咧，哦，係咁加，所以不差。對啊，你要正經危險嘛，走就個歹徒早就跟着了，早就尾隨，這樣會跌倒。要小心啊！還是要小心，回家盡量就把門關好。所以什麼時候被跟都不知道啊。真係好危險哦。對啊。尤其有聲音嘅。來，創特來唱，魏先生講一下。親弟們先生哈，當就人上個禮拜就係都愛來講。今日唱了羅山歌啊，我感恩因為你到上禮拜唱係平板嘅山歌哈，許多時就好嘅。我感恩因為呢，提起落歌嗰些上台唱歌嘅會所哈，冇個氣勢和氣勢。我知答對嚇，慢慢嚟講嘅嚇，嗰度社會都改進啊。聽呢，心目鏡過了嗰個氣勢人拿秀妹啊，冇人睇上啊，樣好勢相對來秀妹嚇，有兩個強嘅都嘅嚇。喺我奧斯方面呢，總愛係總愛嚇，你唱嗰些就多少是會變成專業上。良善嘅事，我哋繼續唱起來呢，以後啦，加油啊！好，喺度看幾個分數啦。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係。6,200哦，你驚險度過。safe，冇問題。東部保留戶。謝謝。好嘅，可以哈，謝謝。好嚟，沙下來。沙來係主興奮帶來3個字。好嚟，彈下啦。
奋剂好。哎，帅哥美女好。兴奋剂原来头摆人系个同业呢。哎呦，可以做船店的哦。哦，真的啊？系哦。你可以做船店啊？做3年。做3年。系啊。以前咧做衫。做衫。还有衫做衫。哎。过来做。做衫冇做以后。木做较忙。哦。传真传唔过。做早餐。早餐店。冬天呢？你那中式还是西式那种？中式。哦，中式做。还有分中式、西式。有啊，那烧饼油条给我觉得中式的啊，美而美那种三明治就是西式的啊。OK。那你是中式还是西式？我是西式。西式的利润比较高。冇呢。西式利润比较高。来做10年的时间啊，全部冇涨价呢。我10年没有涨过价。你做了10年哦。对啊。哦，那你训了，你才3年。对啊。哦，他是你的前辈哦。因为我要带孙子，所以就结束了。哦，那里面的关系。嘿，我还做早餐，真的当一多点都疯狂。3点人。哦，我都7点半张开呢。我刚讲了，慢慢的。个铁卷门啊，嘎开到一半啊，那个银行就会讲总算开门了。对啊，佢先後面冇開演員的嘛嘅。冇辦法放縱啊，放唔起來，太甜咧。不過以前有愛心呢，頭擺可以做船店的時間。用辦過。從來用還沒會呢。前當年哦，14代工具冇退錢。哦。係啊，冇退到錢，我講唔怕。係啊，做事唔講隱私啦。佢後來係咪拿錢來補嘛？冇。哦，嗰隻。出去下本來看到哦。係啊。我們早唔啲冇宿舍呀。哦。佢看到人家唔會排泄啊？唔怕啦。咁咩冇嘛？其實係冇幾多錢。冇幾多錢，這個北過橋會最多做安尼啲。算做好事啦。係啦。啊，有個看到個流浪漢啊，街友啊，眼看到，哎呀，我就拿本去食。做拿過去比賽。哦，你頭擺會安尼嘛？會啊，我還有做個愛心代用餐。哦，就會講有需要的人就做得來量啊用。還有一擺吼，看到一隻老阿伯嘅，他坐個殘障車，當衝。我想講，跟住阿伯用啲個按叫，我就不用睇到去問佢。我講阿伯做乜嘅啲啲按叫？佢講我查係冇天咯。我講冇天咯，跟我送轉好冇？佢講我清煙咯，我講唔怕，我就不用睇送佢轉。開店就不用再送佢轉啊！哦，送到貴神太好咯。哦，啊，轉去吼，佢講老家來講，拿200塊本了惡送。我講阿爸啊，沒有一年錢，我送轉了之後，佢唔平穩那樣就好。哇，佢點標哦，佢查清楚，個加一張人當初哦。頭擺佢做船店，之前讀到清多事情嘅，每次讀過嘅老人家記唔記得應用版轉去？哦，就搶警察來啊！哦，真的，還冇出夫呢，就走一條大夫啊，就吊兒郎當啊！冇啦，走一條大夫啦，如果唔點用，可能自家風重嚟啊，就行出來，啊唔記得佢自家不肯咁做。係啊，真的，青島安用，真的，夠冇。光怪陸離嘅事情，真啊，以後落嘅時間，我安尼唔掂我安尼喎。應該清淡講。好啦，唱幾個緊張。來。好，新聞記今日帶來一個3個字哈，坦白講，今日也飲食各方面哈，商業挺好，越民越腳也來做挺好，所以也屬高雄呢，就是人家本身採用他們好地方啦哈，做廠也冇問題，但是有一個注意嘅地方哈，尤其一個喺翠米段一個安吉樂業。萬年廠一到位，並唔係講唔強迫，也係講跌破，但是有系列嚇，即個以後對一個辦了接駁方面，要較注意到嘅，相信也分數也應該會相當好，嚇，繼續加油嚇。好，謝先生。好，安子謝大家嚇，按這個看下分數咯。好，看一下主新婦嘅分數。好。哎呦，目前先到嘅，同家庭太過強用。哦，真係哦，我們叫咗3.5。哎呦，等下上來咯，好，安子謝，多謝哈，謝謝佢一下，謝謝。好來，沙來，沙來，賴燕婷帶來評判。嚟，彈開啦。
是越轻松诶。哎，你轻后，你轻电影笑嘞，他转换情绪情感，跳起来点啊，有没有？年轻人。谁也不会那种哟。哎，平常好走嘛，冲狗 KTV 跳舞，还有那个传统的舞头吗？唔系流行嘅。流行。自己喜爱用跳听出清后看，系冇？哦，还有好跳舞还有嘛？让他们下次抓一下那个歌啦。拍照。拍照。摄影。现在年轻女孩子都喜欢自拍，然后就 po。哎，没讲摄影呢。拍别人。你拍别人？我拍别人。哦，去甲买个数位单眼相机，单眼相机。真的，因为那种天气哦。啊，有觉得文青。系冇？来拍职棒球员。职棒球员，我跟职棒球员都认识哦，都就是会帮他们拍照啊，然后给他们照片这样。哦，真的哦，迄粉丝也爱讲几条情去拍相，也有都有翕相，自己的新妻。哦，所以你很爱看棒球。嘿。哦，看棒球的时候就顺便帮他们拍。嘿。拍完以后，然后就给他们。啊，周思琪退休你有去吗？有哦，你有听到吹够吗？没有。吹够。枪击的吹够嘿有意啊。伊表演啊，还有表演啊，开场啊，哦，真的，开场啊，嘿啊嘿啊，不过太起个枪击的5月天而已。哦，蛮厉害的呢。厉害啊，还斜杠还神分呐，嘿嘛，很棒很棒。以后，哎，但是也蛮跳痛的。哎，没唔会那个，吃到冲狗啊，也还讲样样啊，摄影这些常常要下尸啊，嘿啊，那边好出去搞，贴伞啊那种，出去搞翕相。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跳痛就是传统的歌诶，啊个流行的东西，根本不一样用。厉害啊！好上瘾啊！有没以后啊？多接触，某样的事物都保留下来。好，从小来唱秋下欣赏公平哈。燕婷能够讲你啊，安尼好上了一批吼，能够将安尼传统的山歌创作安好诶，亲手。你要帮伊鼓励，哦，真紧哈，因为好上日他们都唱流行歌曲，啊。希望咱嘅阿峰只能来唱山歌。好啊好啊好啊！落台。好嘞好嘞。日頭嘅都杯嚟。我係配眼面。我要比較下，阿峰你也要比較下進步嚟啦嚇。燕婷你啊幾首歌能夠講，你唱得非常好，韻腳唱得非常好，嚇。但是你講幾多下啦？因為強到我要集碰。我不讲，你有点安尼人肯听，但是你嘅小可爱贵精的所在，安尼平时上没人讲，哦，你就对了哈。听你去唱出山歌的时候，你注意看好的播放带，多少山歌那个戏比较有多少不足，还有客家文化唔系客家人家中家庭像读书淑女两眼巴就冇强到，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先将安尼诗然后验章来，让来做韵，哦，安尼唱山歌迄就乜啊，诗来做韵，唔系韵来做，所以记得，哦，你要记得诗，你一年叫过节，我相信你更下回有更好的成绩，加油！好，李先生，真的有他的诗章同源的时间，哇，这不得了，不得了，系啊系啊，好，然後有請嘅新婚子還有家傾太過，強下兩位強權就是3點5，他來到舞台同我哋分分數咯，就是3點5，兩位啊哈，佢有幾飛嘛？避免早已經去到嘅，看有辦法今日再度避免嘛，吼，來，看一下賴燕婷嘅分數，來。你不是在加拿大有去住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什么火警是还是那样？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煮饭，然后就不小心烟雾侦测器就侦测到，然后他就半夜这样响，就一直响，就整个饭店响。工程师 engineer 就上来，我就说 it just trigger， 然后他就说一哔哔，然后我就说 yes 一哔哔，然后他就说。哦 ，you just let it be， 还唱歌啊！看一下赖燕婷嘅分數，來。用燕婷避免成功，94點分，搶登上避免再破冰。
商业音乐会，哇！今日喺節目當中啊，來到一位講什麼啊？很清氣氛啊！啊，精神都好啲。我最緊勁嘅嘛。而根本嘅吼，一球無來咧，根本帶來嘅天意狀嘅無嘢轉型。哎呦，天意狀啊！同上一種隔離千久了。哇！4年嘅時間。哇！按球嘅時間啊，因為按球當出來哦。就要好好準備啊，係冇吼，請用心嚟製作兩種轉型。對對，唔好按等下好好嚟悶記啊。係啊，先必冇問題。好，創一條好聽嘅歌曲。係。好，等下放悶記。好，歡迎一位黃喬英。跳樓上鼻炎炎，병子有鼻炎炎。嘿喲，1、2、3、4，來比賽殺條尾，打碎票嘅殺條尾。世界經改變，你無改變。어떻게 싶어 홀라 내 경하려 홀라 내 경하나 네가 보고 싶어 홀라 내 경하려 홀라 내 경하나 나의 동생지 신天感一样刚够동생지 조심天感네가 뭐야 잠깐 날 들었다 나도 모르게 생각나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던지는 뭐보다 나만 너도 마부가 시사가리지마 Baby be my skin 긴改变어떻게 네가 보고 싶어 홀라 내 경하려 홀라 내 경하나 홀라 내 경하려 홀라 내 경하나 나의 동생지 조심天感一样刚够동생지 조심天感用個傻用個傻用不安用用個傻用個傻莫個莫傻時間花兩種轉型呢？冇錯，要係愛，要係黃喬英，上一種轉型係愛係黃喬英，上一種轉型係就係黃喬英，就係黃喬英，一擺係乜嘅？要係黃喬英，就特別強調黃喬英，要轉來咧，要係你哦。講到黃喬英，準備好咧，要轉來。嗰樣是幾廿年前嘅第一擺來嘅時間，哎呦！
啊，甲建用用按讲的说啊，真的。同个旁白一腔他来嘛。对呀。要不然那次真的让我很惊艳。对。后来过没多久。罗哥是说真的，真的，他对谁都没印象哎，有点失败的。对，后来你嫁人以后，我就没没有什么兴趣了。从点的容易放心专辑，去家了后检修一下。为什么这个隔了4年之间呢？对啊，新年有没有按旧？哇，真的好久哦。因为这张专辑算是我自己独资来做，所以就是某唱片公司出钱的啦，想不开，是很自由啦，很自由，但做嘛自由自在，对，自由自在，然后不受这个牵绊，然后不受束缚这样。对，而且一开始其实。本来是想要做法尼给转系，一开始，但是写到后面就有灵感，因为上一张专辑是我的第1张专辑，然后当时写歌的时候，很多歌是把我的华语歌曲用翻译的，反州汉语歌诶，没错，反州客家歌诶，跟那个感觉是某腔庸，某腔庸哈，错。然后到了这一张专辑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们要词跟曲。同时出来，对，所以一开始写了几首华语歌，可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有一些客语的感觉，有一些客语浮现出来，有语感的感觉，对，所以你客语不是没有很好。一直有在进步啦，是有在练习最近有去考那个客语检定，有考，你考了呀？有过，不过中级啦，有没厉害嘞？没嘞，对啊，我连1级都没有嘞，有1000块奖励，1000块哦，就是因为慢慢就有吃到有同客家有连接的，对，古时候就变做一种法语客语的转型，客语的转型，所以要从转型杜方有多条歌哎。应该是算是，如果没有 intro 的话，还8条歌哎，8条 intro 2条这样子。哦 ，intro 2条，8条歌全部都是汉语歌吗？有大概2首半是客语。哦，2首半，对。其他都华语。不是2首半是法尼，其他的都是他会5条半是汉语歌，客语专辑咯，对，这样已经算客语专辑。条个一条歌咩1,700呢？对呀。有青苔个一团是给嘛个韩语吗？韩文，我中华英文客语跟韩语。一开始係我嘅第一張專輯，很多的朋友啊，就講我從西演嘅客家話彈起來當種韓文歌。當種韓國歌誒，係嘛？你有一點韓系的感覺。你喺上音咩有唱呢？韓國嘅歌數。記得就講，聽起來像 K-pop。然後我就覺得說，其實那不然就是真的語言上的結合也蠻有趣的，對，是試試看這樣子。那你韓語的那個部分是？我找一個，我是找一個中國籍的朝鮮族的歌手。他是一個歌手兼製作人，叫趙權。哦，你們2張專輯裡邊都有遊州之奏。對，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唱，所以剛剛有聽到誰來嘅嗓音，就係幾個歌聲，就會給他歌聲。有誰來嗓音？你在那邊可以用詞對歌聲。好，可以要種專輯，你老公不是也是音樂人嗎？給他製作人啊，負責製作，就是壓榨他，說去彈琴。只有一個製作人嗎？也係同青島冇腔樣人合作，像他講嘅朝鮮族的趙權嘛，算是3隻，還有一位係配唱之中，你係陳薇，民曲歌夢哦，找他做配唱很好，他真的很會唱，算是4位這樣子。哦，瑋如真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挺厲害啊！他雖然有點異次元，不過裡面有同可以他做歌嘛，做你的寶貝嘛，做你的 baby。對，其實我們還蠻就私底下蠻好的這樣子。對，然後因為他很，我覺得佢懂特別係佢個後生嘅
东西做到懂后啊，传统嘅东西咩做到懂后，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请教他这样子。其实给唐一多东西，他做很多结合，青理会，对，所以你看，现在真的听来见，我们的客家的音乐真的好多元哦，对啊，真的好多元，好棒哦，好多元素。TPA 干家应征，他也就是他有帮忙我，就是我在写歌的时候，然后他就有说，我觉得这边如果加什么什么会更好，这样子。对对对。哦，所以之中也欣赏嘛，对不对？你老公嘛，对不对？啊，那你又一直压榨他，所以这张专辑应该花的会比较省一点，对不对？省蛮多。上青斗啊，之中你的钱就给斗嘞。不过还是有。之中你的夫子青斗铺分，好吗？不过还是有个50-60万啦。那也花蛮多的了哈。对啊，如果还要搭配一些其他乐器，对，你这样个人这样出一张是算多的。后期，当然跟大公司比是算少了。对。对啊，但是个人这样出5-60万那是多了。对啊，而且他还没有实体专辑，因为没有钱发。对啊，实体专辑加送一喊他抖。现在对啊，实体某一天引哦呀那。某一天啦，然后现在实体专辑比较像是一种周边商品，有点像一个名片的感觉，最贵的名片。冲量还作品出来了，串流平台上俩都躺在抖。对啊，全部 Spotify、KKBox、Apple Music 全部都躺在抖嘞。对，所有音乐平台全部是躺在抖，所以点网球音，这位网球音，网球音啊。好 ，OK， 这个5年才出一件，对不对？所以不能浪费掉。对啊，一首歌绝对不够。宝刀一出鞘，一定要就是片甲不留。再来一首，过来弹一条歌诶。好。你要唱乜歌诶？我要唱一个诶，叫做老妹。哦，老妹。下半夜。呀，老妹。好了，按先弹呢条歌，老妹啦。这听起来就好甜哦。对啊，这个罗摩应该长得也很甜，对不对？跟你一样，对吗？我觉得他比我
较强，变很那强，变很强吗？爱感觉。亲生的老妹吗？表妹。表妹哦。她是摩里西斯人。哈？摩里西斯是就是非洲那边吗？对。给客家人，给客家人，非洲给客家人。佢喺辦到嗰邊待嗎？不是，佢喺公公婆，他們叫公公婆婆，然後他們是移民過去的。移民到摩里西斯是華人嗎？他也是那個，也是梅縣那邊。黃種人。移民過去。廣東梅縣幾片一年？第四胎。第四胎。跟有冇聯絡到你嘅？哦，他就是這是一個時間，你就。有聽他教，他就是會，對，他常常會兩邊哦，轉來台灣，對，哦，嘿，你邊有張地圖，摩里西斯有一張嘅，有客家人啊，客家表妹，你邊有張地呢？係啊，咩有客家人，證明全世界都有呢，全世界都有啊，哦，條條嗰個 TVB 下本記嘅，哦，這個時間買咩去過摩里西斯，哦，就是去找他，對，一起給了，然後算是就是整個。鬼沃卡，我跟他就是最好这样子。哦，你用啥感情亲厚？印象特别深刻。对啊，然后他就是搞男朋友啊，或者是做事啊，嘛跟问题啊，很多事情会跟他分享啊，对，像闺蜜一样的。对，妹唔会因为讲距离的关系，不会因为距离的远近，去这样让你们的感情就是变冷淡了，这样，感情还汹涌暗厚。哦，你还为他写一首歌，那感情真的很好呢。因为那张专辑就係藝世嘅時節係帶到南莊順豐的一個小小的山牌，他們叫甜美，然后我就写了很多，就是在这个甜美发生的很多事情啊，老波卡尼嘅關係啊，青梅竹馬，還有比如佢本身人生故事，對，然後就專輯不會讀，對，那就把你的一生寫在這專輯裡面，算是前半生，金錢嘅故事啦，都給你阿比子嘅發生過嘅故事，然後就想說啊，這個表妹。他在摩里西斯的名字叫利纯美哦，纯美哦，但他觉得因为他自己觉得很客家呢，所以他不喜欢我这样叫他。我嫂子好像也要春美。春美啊，他电视剧也演过啊，春美。然后他在，因为他摩里西斯有2个语言，就官方语言，一个是英文啊，另外一个是法文。所以他就是每一个语言都有一个名字。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很害羞的人，他就说你不要讲到我，不要讲到我。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讲他是纯美。哦，纯美，因为他不要讲出他的英文跟法文名字这样。OK，那他英文名叫什么？Christine， 还是把它讲出来。法文名我不知道。哦，对，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Christina 很普遍啊。对，不是这样。其实客家人真的在全球真的很多呢。青岛呢，高流咩一岛。对啊，比荷兰人还多呢。对啊，我前一阵子看到 Q 去加拿大，我看到你发一个开箱文，你去超市买东西的开箱文。哦，你去加拿大干嘛？对，你已经移民到那里啊？还没啦，是很想，但还没。加拿大很漂亮，很漂亮。你给别人撩吗？音乐机。音樂機，對，音樂機，對，去嗰邊表演客語歌誒，對，哦，是誰邀請你去的？一個叫做 J Music Festival，是一個音樂，他們的中文叫做我傻。玉石音樂季，玉石對，是底下當演出的舉辦嗎？他們好像才世界各地都會去。這一屆好像第3屆。第三屆，對。然後後日我團後日沒有去嘛，好日也有去，對不對？對。所以他就是邀請客家嘛，他是所有的語言的歌手就會有這樣。所有嘅算是華語支系的。都可以這樣子，唱中文也可以啊，閩南語，對，原住民語沒做的，你還有青島啊，有冇可能文化交流？可能它是一個主體系，可能是華語，然後其中分成很多那個，對，其他的語系都可以去表演。音樂當紅的現場的來賓，觀看的觀眾呢？都是華人，很多是在當地的華人，然後也有很多白人、歐美人，然後黑人都有這樣子，對，都有。然後他們就是都，
因为我有一首歌叫《韩基德》，然后《韩基德》是因为我的家婆那边是塞夏族加客家人嘛，然后我就那个唱法上会稍微接近那个塞夏族他们有一点喊的那种唱法，然后那一首歌就是他们就很喜欢，就加拿大人就觉得说，很有特色这样子，有那个塞夏文化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对，就他们会觉得跟他们那边的音乐差非常多。对，可能就像记得唐豆人里的山歌那种，某腔用几个片唐唔多诶，他们会觉得很有那个文化冲突感。对，都会有这种感觉，特别不一样，是他们没有听过的音乐的风格。对，那虽然语言上他们几乎是听不懂，但是他们还是就反应还不错。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有这个机会可以常常出国去表演，然后宣扬那客家。你还比如当演出都有青岛的，你某腔的国家交流，也爱讲他这个线上交流的这种也有很多。是。不知道你不是在加拿大有去住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什么火警是还是那样？对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我的那个时差非常非常严重，然后我就是会在3、4点的时候起来，然后他们的那个饭店里面都有那个青豆油，它是可以煮饭的嘛，对，然后厨具餐具给的，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煮饭，然后就不小心那叫什么？烟雾侦测器。对，烟雾侦测器就侦测到，然后它就半夜这样响，就一直响，就整个饭店响。然后我就超级紧张，然后我就打电话请那个楼下柜台上来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个工程师 engineer 就上来，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说我就说那个，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点就是语无伦次，我就一下讲中文，一下讲英文，我就说it just trigger， 然后他就说一哔哔，他还说一哔哔就是哔哔，然后我就说 yes 一哔哔，然后他就说哦 you just let it be， 还这个，you just let it be， 然后我就说 so how can I cook， 然后他就说 you just waiting for it stop，and after it stop。Then you can continue. And if it beep beep, then you stop. And if you stop, then you can continue. 然后后来我就 If beep beep stop, you can continue. 然后我就说就是不用，你不用做任何的措施吗？他们就说不用。他们习惯了。对，他们常常有，很习惯。你还好没有把人家烧掉了。我超级怕。对啊，到时候被驱逐出境了。我超怕。后来我就跟很多加拿大的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都说，Oh, it's very normal. You just waiting for this stuff. 常常发生的。很敏感。对呀。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是我太紧张了，就是加拿大人真的他们很 chill 这样，对，他们很日常，在生活里面不会这样子是波澜不惊了，对不对？哦，华人就觉得快要没有，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真的这件事情，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是在台湾发生，我会觉得社会性死亡，真的，对，会被邻居骂死，对哦，被投诉了，对，没有那么严重，有可能。好了，刚真的5年哦，让崔一总转型，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多多支持。You have a coin，多多支持，下给他上半身那个所有的记录，都把它记录在这一张专辑里。没错，上半身，我们这样形容好像哪里怪怪，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哦。金钱跟故事啊，也是个眼神故事。大家多多支持啦，恭喜，多多支持啊！你客家掌聲麼？今日多謝人來，安尼朋友，迄個是好中國嘅咁樣夾夾來報名，夾夾打電話來，人叫6667人流浪等太子個打電話。好，多謝大家收看，沒有多謝安尼口音，多多支持李峰口音加新專輯，恭喜放新專輯，是某一年小康老師，還有我是欣賞安子 C， 是某天從國中演安子 C， 辛苦嘞。下禮拜夢記得一天都準時時間，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